来看有文化部最近公告，各地故宫博物院典藏的乾隆台湾地图等文物被指定正做是重要的古物。故宫是表示讲，这把乾隆台湾地图是18世纪中后期台湾地名上将丰富的史料资源，详细记录台湾西边的地名，卖当来了解18世纪有真侪台湾的故事，咱嘛做伙来看卖。青绿色山水画风格，地图内底台湾这条汉字形是体例，地图顶端是东边，下骹是西边，倒边北正边南。国立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表示，这和较早对西边开发有关系。目前清朝过来种版本的台湾地图，乾隆台湾地图是18世纪中后期台湾地名上丰富的史料资源，也予文化部指定做重要的古物。这条图是即马咱台湾有关清朝的台湾时阵内底摕到地名上侪的地图，包括咱即马咱看得到地图叫北草门，嘛有足侪原住民的部落的名称，是所有清朝的地条当中呢记载地名上侪上详细的一个所在。这是别张地图的无法度比的。副研究员表示，地图内文字也记录伫较早家人北侧门广适鱼通听现200-300年前台湾的地方特色。另外，通看到亲像鹿耳门公馆有出现伫中寿台军国建筑的图说，即卖也已经无存在。足侪政府的机关呢，拢是伫府城，即卖已经拢无去啊嘛。咱若要想清朝的府城有是偌闹热，偌侪官员呢伫内底，佮敢若会当刻即张图内底，除了即张图以外，其他可能拢足少啊。中寿台军国建筑的图说和乾隆台湾地图拢互人指定做清代重要的古物。故宫也表示，中寿台军国建筑的图说今年有安排相关的展出，因为乾隆台湾地图因为要7公尺长，这10当来敢若展出过一届，未来也会看古物的状况安排相关的展出，让民众能侪了解18世纪的台湾。记者中嘉嘅小桂林台北报道。